工全部都懂好，做得卖物卖差额。员工都图书懂好，做得做官做主管。员工的公益就对了对，让人莫喊欺诈。其实平安最好，在各个体围绕莫停有平安。勇敢最好，信耶稣最好。信耶稣有平安，是强是小人生头路。期待亮，爱个心欢喜，爱个灵快乐，爱个身体安然有自在。信耶稣是彩虹，有难能感雨落，有勇敢改很丰富。员工全都懂好，做对卖部卖差额。员工都读书懂好，做对做官做主管。员工的公益就对了对，让人莫喊欺诈。其实平安最好，在各个体围绕莫停。